各位，如果我同你講香港嘅樓市曾經喺高位跌超過60%，你可能會諗起1997年。但如果我再同你講跌完之後，香港樓市又試過由金融海嘯後低位升超過2倍幾，然後近年又再跌接近30%，你就會發現一件事：香港樓市從來唔係一條直線，佢係一部機器。一部由信貸、政策、利率、人流同資金流推動嘅機器。今日呢條片我唔係單純同你講樓市升定跌，我想用一個更加底層嘅角度，將1990年代樓市起飛、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2003年沙士後自由行、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後量化寬鬆，到今日加息、北上消費、人才同投資移民、資金流入，全部串埋一齊。你睇完之後會明白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今日香港樓市到底係2003年翻版，定係另一個假反彈？我先講條片入邊最重要嗰個概念。經濟其實係由一筆又一筆交易組成，你嘅支出就係另一個人嘅收入。當銀行願意借錢，市民願意借錢，企業願意投資，市場入邊嘅購買力就會突然放大。你本來得100萬首期，但銀行借多幾百萬俾你，你就可以買一層幾百萬甚至過千萬嘅樓。呢個就係信貸嘅魔法。但信貸有一個問題，佢唔係免費午餐。借錢其實係將未來嘅收入搬到今日用。當收入追得上債務，樓市可以健康上升。但當樓價升得快過人工，債務升得快過收入，資產價格就會越嚟越依賴信心同低息。一旦利息上升，或者收入預期轉差，成部機器就會開始窒。所以我想你記住第一句金句：樓價唔係自己升，係信貸推佢升；樓價唔係自己跌，係信貸突然收縮先會跌。90年代嘅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時代，經濟高速發展，金融業、貿易、地產一齊起飛。回歸前後，市場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好高期望。當時好多香港人相信土地有限、人口集中、經濟向上，樓價只會越升越有。但如果用經濟機器角度睇，嗰段升市背後唔單止係剛性需求，更加係信貸擴張同預期自我強化。樓價越升，銀行越願意借；銀行越借，買家越有購買力；買家越追，發展商同投資者越相信樓價會繼續升。呢個循環去到最後，就會由投資變成投機，由置業變成鬥快上車。到1997年，香港樓價去到一個極高位置。差估署住宅售價指數顯示，私人住宅所有類別指數在1997年10月見到172.9嘅高位，但問題係資產價格已經跑得太快，收入同實體經濟未必追得上。呢個時候，只要外面有一陣風，成部機器就好容易失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樓市第一個齒輪斷裂，資金收縮、信心轉差、資產價格下跌，然後跌市本身又引發更多負面循環。樓價跌，抵押品價值跌；抵押品價值跌，銀行審批更保守；銀行保守，買家購買力再下降。呢個就係去槓桿。之後到2000年，科網股泡沫爆破，全球風險胃納下降。再到2003年沙士，香港經濟同消費氣氛跌到谷底。當時好多家庭變成負資產，即係層樓市值低過未償還按揭。對普通人嚟講，呢個唔係一個財經名詞，而係人生壓力。你每個月繼續供樓，但你知道賣咗層樓都唔夠還銀行。數據上睇，香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由1997年10月172.9跌到2003年7月58.4，跌幅大約66.2%。
呢一段係香港樓市最慘烈嘅去槓桿週期，佢教識香港人一件事：樓市可以升到你唔信，亦可以跌到你唔敢信。但2003年之後，香港嘅樓市又突然出現另一個轉折，自由行開放，內地旅客大量來港，最先受惠嘅唔一定係住宅，而係零售、酒店、餐飲同鋪位。點解？因為鋪位嘅價值本質唔係磚頭，而係人流變成現金流嘅能力。當遊客增加，藥房、金鋪、名店、化妝品店、餐廳生意上升，租客願意俾更高租金，租金升，鋪位估值就升，鋪位升，業主財富效應又返嚟，再加上就業改善，信心恢復，住宅市場亦開始反彈。差估署數據顯示，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由2003年7月低位58.4升到2008年6月126.6，升幅大約116.8%。呢一段升市唔單止係樓市自己翻身，而係人流、消費、就業信心同信貸重新接駁。換句話講，2003年之後，香港樓市機器重新開動。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本來應該係另一次大危機，但今次同1997年好唔同。美國聯儲局同其他主要央行推出量化寬鬆，市場俗稱開水喉，錢變得平，利息長期低，全球資金要揾回報，就會流入股票、債券、樓市等資產。香港因為有聯繫匯率，港元利率好大程度跟隨美元利率。當美國長期低息，香港亦長期享受低按揭成本。對買樓人士嚟講，供樓壓力下降，借貸能力上升；對投資者嚟講，銀行存款回報太低，資金就會追逐物業租金同升值。呢一段就係經濟機器入面最典型嘅信貸擴張週期。低息令借貸增加，借貸增加令購買力上升，購買力上升推高資產價格，資產價格上升又強化市場信心。差估署數據顯示，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由2008年12月104.8升到2021年9月398.1，升幅大約係279.9%。但問題亦喺呢度出現，當樓價升得太耐，大家就會忘記風險。以前買樓係睇收入，而後來好多時係睇低息；以前投資係睇租金回報，而後來好多時係睇未來升值。當市場由現金流邏輯變成升值邏輯，一旦利率反轉，風險就會好快浮出水面。2022年之後，俄烏戰爭推高能源同食品價格，全球通脹急升。美國聯儲局為咗壓通脹，急速加息。香港亦透過聯繫匯率輸入高息環境。以前市場習慣咗低息供樓，突然間按揭成本上升，買家壓力亦即刻增加。但今次樓市跌唔只係因為加息，疫情之後通關，照道理人流返嚟，鋪位應該好快復甦。但現實係通關之後出現一個新現象，大量港人北上消費，深圳商場、餐飲、按摩、超市、娛樂選擇性價比高，令香港本地零售同餐飲模式受到衝擊。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好反直覺嘅情況，通關帶翻人流，但唔一定帶翻本地消費。人流存在，但現金流未必留喺香港。對鋪位嚟講，呢個商業模式改變。以前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嘅旺鋪可以靠內地遊客同本地高消費支持高租金，但而家如果人流分散，消費外流，鋪位租金同高估值就要重新定價。住宅方面，差估署指數由2021年9月398.1跌到2025年3月284.9，跌幅約28.4%。呢個跌幅未去到1997年至2003年咁慘烈，但已經足夠令市場由樓市永遠升變成買樓會唔會接火棒。
咁問題嚟啦，香港樓市跌咗咁多之後，會唔會好似2003年咁樣再翻身？有幾個因素值得留意。第一係人才，香港有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等制度，目的係吸引專業人士、內地人才同畢業生留港發展。如果呢批人真係喺香港工作、交稅、消費、租樓甚至買樓，佢哋會形成新需求。第二係非本地大學生，大學擴容同非本地生增加，會帶動租務需求，尤其喺大學附近、鐵路沿線、北部都會區同新界北一帶，呢類需求未必一開始就推高全港樓價，但可以支持局部租金同細單位承接力。第三係投資移民同資金流入，當高淨值人士為身份、教育、資產配置同家庭安排而來港，佢哋未必只買股票或債券，亦可能配置住宅、工商鋪或其他資產。不過呢度要好小心，資金流入可以托住價格，但如果背後收入增長、企業利潤、租金、現金流增長不足，只靠資金追價，咁就可能又係另一個泡沫。所以我唔會簡單話香港樓市一定再大升，我會話下一個週期要成立，至少要睇3樣嘢。第一，利率係咪真係回落？第二，人才同資金係咪持續留喺香港創造收入？第三，鋪位同住宅嘅租金係咪跟得上樓價？如果3樣都成立，香港樓市有機會由低位走出新週期。但如果只有故事，現金流增長少，咁所謂反彈可能只係一個假反彈。總結今日條片，香港樓市30年其實就係一部經濟機器反覆開動同失速嘅故事。90年代信貸同信心推高樓價，1997到2003年風暴、科網同沙士令市場痛苦去槓桿。2003之後，自由行令人流變現金流，樓市翻山。2008之後，量化寬鬆同低息令資產價格再度起飛。2022之後，高通脹同加息刺破估值，不想消費又改變鋪位現金流。而家香港正企喺十字路口，人才、非本地大學生、投資移民、資金流入同未來減息，確實可以成為新週期燃料。但記住，燃料唔等於引擎，真正引擎係收入、租金、企業盈利同生產力。如果呢啲跟唔上，樓市就算反彈，都可能唔係健康牛市。所以最後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你覺得今日香港樓市係2003年沙士後大反彈嘅翻版，定係只係高息年代入面一次技術性反彈？喺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如果你想我下一條片拆解北部都會區同新皇崗口岸會唔會改變香港樓市版圖，記得訂閱同分享。